各位裁判、各位老師，大家好，我係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嘅學生，我係陳樂晴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兩個同生活息息相關嘅主題，就係生態安全同埋糧食安全。先講生態安全，習近平主席提出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，話俾我哋聽，美好嘅自然環境就係最寶貴嘅財富。喺我哋西貢區有風景優美嘅清水灣郊野公園、壯觀嘅萬宜水庫，仲有將軍澳海濱長廊同單車徑，呢啲珍貴嘅社區資產都需要我哋好好守護。而家將軍澳好多屋邨都設有廚餘回收機，大家可以儲分換日用品。地區團體又會舉辦舊衣回收，用重量換取食油同飲品。其實只要我哋行沙時郊野不留痕，出街自備水樽，多啲低碳出行，踩單車或者行路，就已經係用行動守護緊西貢嘅生態環境。再講糧食安全。國家強調中國人嘅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，可見糧食安全係國家安全嘅重要基石。雖然香港嘅糧食主要依賴內地同全球市場，但正因如此，我哋更加要珍惜每一粒得來不易嘅食物。喺將軍澳，好多團體同關愛隊都會為長者免費派飯或者送上物資。既照顧基層，即體現咗惜食嘅精神。我哋日常生活中煮飯要食幾多，煮幾多；出街食飯主動叫小販，食剩嘅餸菜就用自備餐盒打包，呢啲都係對糧食嘅尊重，即係對國家糧食安全嘅具體支持。最後，我想強調，生態安全同糧食安全環環相扣，保護好土地同水源，先可以種出優質糧食，而減少浪費食物，即能減輕環境嘅負荷。由今日起，等我哋一齊做好回收，珍惜食物，低碳出行，共同守護西貢同將軍澳嘅美好家園，為維護國家安全、建設美好社區貢獻一份力量。多謝。